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今年度最后的一次的主日礼拜，明年阁是新的一年开始。所以呢，咱经过这个疫情，实在足感谢上帝。来，咱甲咱的厝边隔壁甲家己祝福，祝福吼，家己互相祝福。以灵以谢，咱的耶和华上帝是以灵以谢的上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拢帮助咱。来，甲你的隔壁讲，到如今耶和华拢帮助咱。咱的上帝是以灵以谢的上帝，到如今对年头到年尾，咱的主、咱的上帝拢在帮助咱。所以咱即时，咱用诗用歌，咱用欢喜的心来歌乐，来敬拜咱的主上帝。咱爱头前迄张好好的时候，大家搁看一届。咱即个是礼拜已经准备已经算开始所以请你的手机请你的手机来甲伊关起来。大家伫礼拜中间，咱安静，唔通讲话，专心来听上帝的话。好，来，咱即时要来吟诗，新圣诗24首，新圣诗24首，古圣诗71首，古圣诗71首。我心而乐只愿上帝。我心而乐只愿上帝，人民拍败伊卡的，赎回伊的，下面满满，咱就而乐来共我，而乐敬奉，而乐敬奉，而乐永远活君王。好，来，请将这个圣诞诗小刷一下，安尼较看清楚。兄弟姊妹，无论伫什么款的光景，圣经甲咱讲，咱就来学乐，咱就来学乐。外心你就来学乐上帝，因为伫伊无难成的事。来，第一载的来，我希望你我上帝，把你夸。
上帝大权能伫咱的中间，咱看歌词甲咱讲，慈悲第3节，慈悲仁义仁爱的天地，伊知影咱人的软弱，知影咱快受地，伊用伊温柔的圣手来抱咱伫刑前，伊要救咱脱出真苦难。所以兄弟姊妹，咱就来学乐。无管是啥物款的光景，咱就来学乐。当你用学乐的时，当你开声来学乐的时，你就看见上帝要介入你的生命中，要来帮助咱，要互咱的光景来转化变成做无共款。感谢主，咱这时搁来吟一首的圣诗，新圣诗273。新圣诗273，旧圣诗172首。273，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咱伫伊面前要念经恭敬，心肝要谦卑，承受真理。青蛇恶乐以极大的慈悲，主上帝全力，伊恩典无限，主上帝至大，伊赐福互咱。第一节预备，来，至尊的上帝，上帝是兄，咱的面前着眼睛着心看着天地，承受真理，千下我的慈悲，主上帝全力，你温暖无限，主上帝只爱你赐我。来，第一站搁一届，来，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心看着天地，承受真理，千下我的慈悲，主上帝全力，你我变无限，主上帝只爱耶稣。来，这条咱较无熟吼，所以咱共款搁来用一届第一节开始呀吼，至上至尊的主宰，来第一节咯吼，预备，来，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咱的面前着恭敬，心看着天地，承受真理，天下我的
上帝这我耶稣好难，来第二站，来永远的记忆，上帝是名，你所将家的咱的生命，救主老我为世人的罪，我主耶和华凡间咱有罪，你这恶乐主，哈利路亚，专心我在做你的荣耀。来，第二站，搁一届，来，永远的记忆，上帝是名，耶稣所将家的咱的生命，救主老我为世人的罪，我主耶和华将咱有罪，你这恶乐主，哈利路亚，专心我在这你的荣耀。来第三站，来全连的温柔，上帝是耶，咱有尊可比的我名福气，主的的我的心欢迎你，那有变化会感到羞愧，心中的天动的眼光欢喜，相信这就会让我乐意喜。来第三站，搁一届，来全连的温柔，上帝是耶，咱有尊可比的我名福气，主的的我的心欢迎你，咱有变我会让有羞愧，心中的天动的眼光欢喜，家境千秋的让我乐意喜。感谢主，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兄弟姊妹，咱所敬拜上帝就是至尊的主宰，伊是神。所以，咱伫伊的面前，咱就爱定睛恭敬来敬拜，专心来听主的话，真侪咱的困难，嘛真侪咱的帮助。好，来，咱即时三甲同心来祈祷。主，我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是慈悲疼痛怜悯阮的主，阮的上帝。主，你疼阮。为着替阮来赎罪，主你对天降临，道成肉体，点伫阮的中间，真侪阮的兄弟，也真侪阮的帮助，真侪阮的智慧，也真侪阮的瓦壳。主，阮行踏伫人生的路途，侪代志，阮无法度知，明仔载要怎样？有时，阮行伫人生的十字路口。阮的心迷茫，毋知要怎样。愿恳求主，伫个即时，甲阮三甲伫咧，引带阮做阮头前的光，照光阮，互阮看见迄个暗网。主你的活泼暗网，要带领阮行出黑暗，
进入光明。伫个即个旧的一年，即个2021年，一年内底，阮真侪人，全世界拢受到即个疫情的惊恐吓，总是祝你保守阮台湾真平安，祝阮满心感谢。阮相信，伫个新的一年要来到的时，祝你的稳定共款教也万应。你要用你的慈悲怜悯听读，引带阮行阮头前所着行的道路，祝阮欢喜来到伫你的面前，听取你的话，诚多阮生命的美流，来养饲阮的灵魂，互阮的灵光强壮大，阮就无惊吓。阮着放心地主来行，阮着专心将阮所挂虑担心的全然拢交托。祝你在阮的软弱，在阮的软弱，在阮无够也的所在，你要用信心加添气力来扶持、来安慰、来帮助阮。主啊，何等有福气！愿真侪祝你所听的儿女，满心感谢你的大恩典。那将今仔日就礼拜时间，全然交托伫主的手中，恳求圣神即时伫阮中间，接着传道所传讲的感动阮的心，快跑来滚对主。愿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原地摇滚耶和华主欢喜的声，你着欢喜的声，互在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非常诚实。咱做伙来用信息，有信息41首，信息22首，有信息41首。我心堕落去愿上帝。
用数度圣经来做咱的使用措备，做伙来。我信主专门的众人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我们出世，温柔的来到你来受苦，定是给死埋葬人母，第三日死了后，今年他是专门的。伊要对遐来生活甲死啊！我信神，我信神，讲教话，信仰相通，做下礼，用地高我，永远活命。阿门。咱做伙来读经文，经文第41篇，我来记，就来。也是黑暗中的人，一定看见大光。因我是你互恁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因你的面前欢喜快乐，亲像个收割的欢喜，亲像个正义的快乐。亲像你毁灭你殿的军队迄日，你有拍手天的回答，共振因镜头的军，侵略者的军下，讨着好的军火，拢对做查收。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有一个囝是咱。伊被何等国见，伊的名要真多，贤明的导师，专门的上帝，永在下君天地，和平的君王，伊的主权无强，伊的和平无争，伊要做在地的好做，继承伊的丰功，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对是到永远，第声，万不的统帅总主一定会宣传这个事。咱做伙来祈祷。仰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远过天，你的诚实直到万世界，所以阮伫每一日拢充满了欢喜甲啊！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见若信伊的人袂沉沦，会袂得到永活。伊听世间到安尼，阮的天父，感谢你将所爱的独生囝赐互阮世间，受着世间的患难磨练，又为着阮死伫十字架顶，带来救恩，求天父帮助阮，会当带领搁较侪人信靠主耶稣，靠着伊保护所得的力，得到永活，做你的兄弟，领受你永远的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做祈祷，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救赎我平安，阿门。好咯，咱即马请青少气来赞美最美的礼物。
青少期活动，用手上帝的话，咱今仔日要读的圣经第12日，以赛亚书第9章第60，以赛亚书第9章第60，做伙来念。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手术咱，伊要承担国姓，伊的名称做医疗护士，全面上帝，永远伫地位，和平的灵魂。咱今
仔日要讲到的题目是伊的名字，咱即摆来听，咱就看。各位平安。咱们今仔日青少课，咱来看诗。好。再来问家己，大家吼，你有家囡仔号过名无？我会记得你安怎家囡仔号名？是很足多，很圣经内面足多名的嘛，吼。咱知影这个号名是咱人类文化发展上重要的一个开始，就是上帝啊，伊伫咧创造万物的时阵嘛是安怎？伊有号名无？伊安怎号名？上帝安怎号名？伊是甲遮的人吼，毋是咱册，吼，甲咱无共款。伊是甲遮伊做的遮万物吼，拢带到即个阿当的面前，对毋对？吼，叫阿当来甲伊号名吼，吼，安尼咱可能你有号名的经验，啊无号名的经验的人呢？你有去问你的父母话讲，是安怎甲我号即个名无？有啥物意思吗？吼，代表啥物意义无？我会记得咱即个小学生啊，因有一个功课，就是转去爱甲父母问讲，是安怎甲因号即个名？即个名有啥物特别的意思？还是讲即个咱的父母对咱有啥物特别的希望吼望啊无？我家己吼，大家知影我叫啥物名无？汉军，我正经是，我细汉的时阵无啥介意即个名，因为吼大家拢叫即个名，你若叫野火，我毋知到底是叫我，毋是我毋知爱做啥物翻译。可是伫我明白资料后，我足介意即个名，因为就是甲即个火嘛，甲上帝恩惠有关系，对不对？吼，我想讲，父母因本来毋是基督徒，因是安怎会号即个名？我感觉我有上帝奇妙的即个带领。然后我较大汉了后，拢伫咧咱基督教内面吼，拢伫咧教会，然后看着足侪咱的信徒的名吼，你就一听就知影，也是咱去外面一听就知影，哇，伊是基督徒啊！因为因的名拢甲上帝拢真侪关系，你看即三个就知影。下面即个夫妻吼，是我伫咧新学期的同学，因本来拢无熟识啦，是咧新学期才熟识。啊，就是要结婚的时阵吼，你看到因的名，哇，走起来拄仔好，真顺遂，吼，手到云真，啊个云手真到即个。我感觉咱家己伫咧号名的时阵，拢会特别吼，即个名有特别的意义，会使表达出上帝对咱的个人的计划甲心意，吼，比如讲咱圣经内面有一个名哦，叫马土沙拉，这个意思是啥物呢？这个马土沙拉的名意思是，当这个囡仔死的时阵，会有一个啥物大灾难来发生。那这个囡仔号这个名，你感觉伊的人生的是啥物？吼，其实伊的人生是一个定，甲说想的人一个定数，因此，每一摆有人叫着这个名的时阵，马土沙拉啦，就伫咧转达一个消息讲，伊死了有一个大灾难无？啊是伊坐落来，大家听这个名，伊心内会安怎？我爱想着讲，咱爱警醒吼，爱想看卖啊，是安怎这个囡仔伊死了会发生这个代志？当初呢是上帝甲马土沙拉的老爸是啥物知影无？你有看过圣经的家谱无？落长，大家拢跳过，继续跳过。我研究所的论文就是写家谱，吼，所以这家谱我吼
真费功夫。马土沙拉的老爸是啥？以诺，咱大家知影伊无？以诺吼，以诺吼，伊就是甲上帝同行300年，啊无见死无，啊就叫上帝接去即个以诺，会记得无？即个马土沙拉不是以诺的囝啦，所以上帝吼，甲以诺吼，启示讲，伊的囡仔爱号即个名，你看以诺的囝着亡，伊个安尼，自从上帝甲伊讲了，伊就开始伫咧思想吼，啊，即个囡仔是安怎吼？伊家己嘛足坚持，所以圣经讲伊甲上帝同行，拢伊甲上帝做伙，一直伫咧，伊一直伫咧想即件代志，拢毋敢安尼凊彩过日子。咱来看马土沙拉吼，伊是在咱全人类内底吼，活上久的、上长岁数的，伊活几年？这有啥吗？这有啥吼？无啥，我会记我有啥？969岁，吼，伊上长岁数，你看上帝对咱人有偌疼，因为伊死了有一个灾难要发生，所以伊活上长、上久。即个消息传上久，上帝伊知影，伊要救遮个人，救遮个地区，所以伊互即个囡仔活足久的咧。嘛有足侪人拢会使听到即个消息，吼，使救搁较侪人。啊，每一届呢，安尼咱来想看卖啊，迄个时代有足侪人伫咧听候即个消息无？有足侪人伫咧思想无？有足侪人伫咧紧醒中来甲上帝同行无？有无？你感觉呢？你读圣经有无？无是安怎？因为吼，但记载着一个以诺甲上帝同行，无其他人呢。无其他名伫咧圣经内面出来，伫咱创世记第6到第7章记录着。马土沙拉一生拉麦，然后拉麦生下挪阿，好，好，我甲算算诶，你知影挪阿伊活几岁了后发生即个代志？伊个挪阿伊活595岁时阵，马土沙拉拄好死。哦，迄年安怎呢？淹大水。那当有即个挪亚因一家伙啊，进入即个大船内面活落来。马土沙拉即个消息，传3代人，哇，拉麦啊个吼，甲挪亚。但是呢，偌侪人对即个消息有反应，咱发觉着，当有挪亚伫咧做大船尔，是毋是？然后大水来了后，上帝救着挪亚一家伙仔。这个挪亚的名嘛，有一个特别的意思。伫咧创世纪内面讲，哦，耶和华伊捌救产土地，所以咱人着爱安怎？做工爱落苦。毋过即个囝，即个马土，就是即个挪亚即个囝吼。伊要安慰咱，挪亚是一个啥物消息？挪亚名是一个安慰的消息。上帝伊真正无放杀人啊！假使咱搁较斟酌伫咧研究创世纪即个家谱，会发现着讲，伫咧亚当到挪亚10代的时间，上帝安怎？上帝就兴起即个挪亚，伊来成做一个救赎的文证，吼。可是呢，无人睬伊，无人伫咧睬伊的话，无人睬伊所做的代志。那对挪亚搁到亚伯兰，吼，好啦，到尾上帝甲伊改名叫亚伯拉罕，嘛是经过10代。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国的爸，啊，伊是一个咱讲伊是信心之父。伫咧创世纪内面安怎讲的？讲到即个亚伯拉罕呢，伊愿意顺从上帝意思，伊的囝以撒献做祭物，所以上帝个了解到伊是真有信心的一个人，就祝福伊，祝福讲有一个子孙，伊有一个子孙吼，将来呢，要是安怎？
要做万国得福的君王。这个家书就是啥？这个家书是啥？咱今仔庆祝的，即马是圣诞节庆祝的耶稣，上帝个出世，透过阿伯拉罕的一个子孙，就是耶稣要传这个得福的消息。咱我讲每一个名拢有一个意思哦，来，耶稣有啥物？耶稣这个名有啥物意思？耶稣的名是啥物意思？伊要将伊的百姓发出罪恶，伊要叫伊的百姓发出罪恶。那弟兄妹，咱哪来想看咧？过去马土沙拉迄个时阵，传969年，迄个消息无人加传。咱即马耶稣基督出来迄个救恩，迄个恩典，有偌济人伫咧思想，有偌济人伫咧静候，伫咧警醒，伫咧回应即个特别的消息，有包括你无？然后遮尔久长的一个时间，有偌济人伫咧传耶稣即个消息呢？伫咧传讲伊救伊的百姓脱出罪恶。有人咧传吗？啊，弟兄妹，你有想到是谁传互你的无？啊，你有继续搁传落去无？咱今仔日知影咱庆祝圣诞节真正的原因是安怎？是为着咱耶稣，为着咱来降生，就亲像拄仔清扫摕因伫咧唱的诗歌，因讲着耶稣的降生，耶稣的降生是恩典救恩的开始。耶稣是为着咱来陪伴的。咱今仔日就要透过即个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咱来看上帝透过先知启示咱，伊要将即个囡仔号做啥物名，带出一个影响全世界、整个世界的一个消息、一个信息，代表着上帝伊伫咧咱人身上要完成的工课。咱后先来看即个，有一个囡仔要为咱来出世，伊来到这世界的方式，就是一个奥秘。咱知影，耶稣伊毋是男女结合、生理上的结合来所出来，伊是信心来降温的。即袂讲耶稣伊的出世，伊的性命本来就是一个新业。但是，咱了解，耶稣伊真是有经历过胚胎期，伫咧妈妈的腹肚，伫咧子宫内面，2个月安尼才生出来，对不对？即个本来伊宇宙万里的大主宰，因为你我来出世，伊本来是安怎？用天做伊的座位，用地做伊的啥物？卡凳迄叫卡凳知影？意思是讲，天地遮尔大，拢无法度通容纳伊，可是伊煞为着咱，安尼拄着身躯哦。你有看过小 baby 的种迄什物照片？迄叫什物照？我最近常常看着，之前看迄个自饲的小 baby 的照片，伫咧迄子宫内面医生会照出来，伊拢安尼屈着身体有无？安尼踮咧内面。看，即个天地拢袂容纳袂落，耶稣为着咱，安尼伫咧遮尔细，搁遮尔下查某人的子宫内面6个月的时间，所以一个上帝，即个神要解决着咱所有问题，来到咱中间，伊爱费偌侪心神，爱忍耐偌侪代志，你知影无？所以咱爱会记咧伊甲咱怎样？是共款的，安怎共款？是完全的人，伊是人来到咱中间，伊用人的方式来到咱中间，伊是完全的人，只是伊无罪。不过呢，伊嘛甲咱真无共款，伊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神，只是伊限制了伊家己，成做人的模样来到咱中间。所以有矛盾无？有矛盾吗？伊是。甲咱足上完全共款，嘛甲咱完全无共款。伊是人，伊是上帝，伊是阁是神的身份。足侪异端，
伊就是无神灵，耶稣是神。你也听到伊安尼讲，伊讲耶稣是先知，耶稣是啥物老师，吼，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名，你就知影伊是异端，吼，伊无神灵，耶稣是神，吼。伫个以赛亚迄个时阵，咱拄仔嘛有读到启应文，伊讲迄个时代呢，即个国家实在真危险，百姓嘛足可怜的哦。可是上帝保护因一个平安的消息，互伊有一个毋茫，就是咧讲有一个婴仔要为着因来出世。即个婴仔呢，真有权能，真有能力，伊掌管着万物。那即马咱的即个消息有对咱来讲，嘛是对咱即个现代，对咱即个时阵来讲。要互咱真侪，咱伫咧即个经济啦，还是白听中间，还是讲咱即个足侪战争的中间，生活无安定、无安全的中间，即个消息嘛是要互咱的平安对倒来。敢是讲加投票几次，迄公投无平安啊？还是讲佮研究几个足厉害的武器，研究足有效果的药品，还是搁较好的医疗设施，全无平安啊？咱的平安到底有啥物个关系？有啥会当来解决？过去即个比赛啊，上帝互因即个毋茫，就是咱即马上帝嘛，互咱即个毋茫，阿妹，永远唯一的方式。上帝赐予所有的人，即个阿比拉罕的号码，就是为咱来出生的即个耶稣基督，伊是比赛啊，伊是救世主。是上帝为人来陪伴的，性命要得救，心内面要得到平安，真正的答案。接落来，咱来看这个婴仔伊第一个名是啥物呢？讲伊是奇妙的魔术，意思就是讲呢，耶稣是智慧的源头，伊的出世奇妙。咱来看卖啥物是奇妙吼？伊出世奇妙，原来伊的出世就是信心感恩，对不对？伊的一生的经历嘛是奇妙。伊出世虽然干乡，吼无所在大，后来佫互伊的啥物学生来谈爱，来出卖，佫互伊的同胞来放散，互外邦人定伫十字架顶。然后佫有伊安怎奇妙呢？伊做代志的方式奇妙。伊互体内会使看见，互摆胎会使行，互迄胎哥的得到清气，佫医治得病人，赶出魔鬼，互死人佫活过来，互水正做手，有无？吼，佫有平静丰盈，遮尔多伊所做的代志，拢是奇妙。所以伊个启示录内面有大大赞扬。讲着主上帝全能者，你会所做大搁奇怪，你世代的王啊，你的道路伊搁真实，伊的奇妙显出了伊的智慧，是因为智慧有安尼奇妙。伫个每一个问题顶面，伊会使互咱上好的即个答案，上好的因出来。伫个咱即个知识爆炸、资讯化的时代，吼，咱无欠缺啥物？咱无欠缺知识，吼，因为知识即摆连 Google 一个个拢知影，对不对？咱无欠缺，但是常常无够智慧，互咱会使伫个每一个决定中间的做上妥当的安排。咱需要智慧，也就是讲。咱需要啥？爱找智慧的源头嘛，咱需要主耶稣。圣经提醒着咱，你看圣经内面哦，常常咧讲，智慧是咱一生中上需要追求的代志。所罗门王，你会记哦？伊上开始甲上帝求啥物？嘛是嘿对，求智慧。然后呢，上帝啥物拢互伊啊？是毋是？伊求智慧要创啥？再来。诚做伊身份的一个上重要的力量啊！伊是王的，伊爱办足侪代志的，爱做足侪工课。所以，兄弟姊妹，
王拢伫咧求智慧啊吼，咱的生活中嘛是爱安尼。咱正常常有即个经济问题，也是人甲人关系紧张，也是工课做袂好即个代志吼。这拢是叫做冰山一角，浮出水面的问题尔。伊是伫迄冰山下骹，伫水面下骹的，较是上根本的。上大问题就是啥物？无够有智慧，咱无来耶稣基督来求这智慧，咱也会使来甲伊求吼。圣经有讲伊袂骂咱啦，伊常常咧讲，圣经有讲，咱无够啦，会使来求伊，袂甲咱骂吼，咱搁较戆，搁较迄台语怎啊？笨惨吼，拢会使来上帝求伊，拢无，伊拢袂感觉，拢袂气嫌咱。伊就讲，你要偌济拢倒互你，吼，这就是咱甲上帝做伙，伊是咱奇妙的魔术，是智慧的源头，是咱上好的帮站，伊嘛是上好的第二者。伊就甲你，敢若做你的师傅啊，吼，做你的迄叫做啥物？古早是叫军师，好，这里面拢吼，伊拢会互你足好的建议甲回复。互你足奇妙的得胜的方式。咱知影上帝会使行各样的新业帮助咱，对毋对？但是呢，你爱相信哦，咱的新业毋是像你想的咧新业尔，吼，因为上帝必然是行新业的上帝。但是伊嘛是一个信实的上帝，爱记得哦，信实的上帝，信实啥物意思？就是伊做代志有伊的原则。有伊的法度，有伊的态度一个。譬如讲，咱即摆拢毋惊，咱即摆知影早起是日头袂起来，天过会光，对毋对？这是毋是信息的上帝做的代志？吼，咱嘛知影讲，一年有啥物？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是讲春天突然跳到冬天，足严重的吼。而且春夏秋冬会循环，对毋对？这嘛是上帝的信息嘛，吼。搁有圣经咧常常咧讲，咱人若遵看上帝的话，咱就得着福气，阿们。这嘛是伊的信息哦，你爱会记咧。所以上帝做代志咧，有伊的态度嘛，有一定的规则。这并毋是歹掌握的，嘛毋是歹了解的。所以咱伫生活中，你爱知，咱真足侪代志，会因为咱照着上帝的原则甲态度，甲伊的即个啥物法度伫咧来去做。咱就才得到上好的结果，上好的迄个效果。咱若挖掘即个智慧的源头，主耶稣，咱就会体会到伊做代志的原则，伊的态度。然后呢，咱渐会愈来愈自然啦，咱会愈来愈自然，然后真容易个有安尼有智慧的即个开悟，有智慧来面对足侪代志。所以咱毋是单心业出现尔，你知影？其实吼，上帝的心意常常是伫咧你顺探上帝的旨意的时阵，顺探上帝的态度的时阵，迄个有智慧的开悟，就显明出来。了解我的意思吗？当你有上帝来的智慧，你常常是你做出来反应，就是上帝要互你的心意，阿们。所以耶稣的智慧的，耶稣是智慧的本身。当咱愿意伫咧耶稣基督面前，互智慧甲咱即个身躯吼同齐中断，迄智慧就引带咱面对咱人生的各样的问题。跟对耶稣了，咱会有对耶稣来咱讲看清楚代志，会使判断是非。然后呢，有耶稣来的勇气，会使面对生活。有耶稣来引带，会使行人生的道路。亲像即个啥个彼得，咱彼得本来名叫啥物？阮咧头讲着，叫西门吼，伊的名，即个意思是啥物？本来意思是芦苇，芦苇就是伫咧旷野安尼风一吹乱吼，摇来摇去，迄个是讲伊的本身，即个人本身呢无定性。即个彼得的。即个个性上有共款无？有耐情共款哦，你会记得无？伊前1分钟吼，看到耶稣行伫咧水面上，伊安怎讲？
主啊，我后要甲你共款，我后要行喺顶面。但是下1分钟安怎发生什么代志？伊看到迄封印就惊着，搁安怎？就跋落水内面啦。搁有伊会使静1分钟对耶稣讲，众人拢毋明白你，了紧，我死也袂安尼做。还搁伊做啥物代志？约较久的时间，3届无啉水。毋过，当即个奇妙的魔术，耶稣呼召伊的时阵，耶稣安怎？该重新号名，号啥物名？彼得，就是咱常常讲的彼得，吼，咱拢会袂记得伊本来的名，因为本来的名是伊即个人上帝对伊的毋望，伊即个彼得的名，才是上帝对伊的毋望，有上帝眼光来看伊咧做一项代志。彼得的意思就是伊是搬石，伊是坚定的，伊是袂摇出来，阿妹。彼得对耶稣了后呢，伊的性命有足大的改变。这互咱看到啥物呢？伊改变是安尼，为遮跳来遮，中过程拢无，毋是哦。你会发觉着讲，伊是慢慢一步一步，咱来看到一个人的成长，原来真正伫咧基督耶稣基督内面，伫咧耶稣基督内面，你也对每一项好一个嘛，就是有一种叫做得到智慧的心的即种慢慢的即个转变，亲像彼得安尼。安尼有一个人，咱家己，咱周围的人，拢会记着耶稣基督智慧的心，会来转变，会来成做耶稣上帝看因的眼光，是毋是？会来成做即个上帝要伫伊生命中祝福的计划的代志。好，咱来看即个下面看一个，大家知影即个，哦，这啥物 ？Pacer， 这是马拉松赛跑，有人会晓讲，有人袂走哦。吼，马拉松赛跑内面有一个角色真重要，就是 pacer。伊伫咧一队参赛者内面，伊毋是参赛者哦，伊是选手哦，但是伊会对着选手同齐走，是啥物呢？伊就是叫做咱的国语翻做领跑员 pacer， 伊是帮咱即个出赛比赛的人。你知影马拉松真长真久的时间，会损耗足侪体力，伊袂使一开始就安怎，迄生命一直冲，一下都无开啦。即个 pacer 伊的工作就是讲帮伊调配速度，吼，毋通冲过头，嘛袂使伤慢，伤慢你落后太多，你就歪走硬身啦吼，对不对？所以呢，即个 pacer 真重要，会较伫咧即个参赛的人面前做啥物？走因的头前，伊若上头前的会怎啊？风的主动的力量上大，伊爱承受上侪体力的损耗，所以走伫咧即个参赛者头前，就是帮后壁即个参赛者家己保重着风的阻力，互伊体力不要消耗太多，吼。即个好的 pacer 带你上天堂。吼，因为呢，毋是啊吼，是安尼讲，伊会使帮助你顺利来完成即个全部的比赛过程。吼，佫会使互你超越家己本来的记录，得到好的成绩。兄弟姊妹，咱的人生路程有亲像伫咧走马拉松哦，有当时你冲了伤强吼，欢喜过头，有当时安尼无气力，我想要走。即个时阵呢，请你一定爱来找啥？找主耶稣来做你的 pacer， 吼，互伊来做你的领跑员，互伊来陪你走，互伊来帮助你来调配速度，来互伊来做伫你的头前，吼，来帮你抵挡遮个困难，互你增加你的耐力，互你会使顺序来走完咱人生的路程。还佫有亲像这啥物？即个啥物？教练嘛是啊，伫咧比赛球类比赛时阵，伊就伫咧边仔比来比去，但是也蒙头，吼，伊嘛是伫咧指导比赛的人吼，安怎来作战？伊互足侪作战计划，为着是啥物？为着就是要赢嘛吼，要互伊顺时来跑完比赛。咱人生的路程常常会卡关啊，会有问题，
会惊袂落去，咱爱来找耶稣去救人。一是，咱拄仔讲，圣经讲，这个边仔第一个名是啥物？对不？第一个名是啥物？奇妙的魔术，吼，伊会互咱有得胜的去计策，引带咱跨过即个障碍，行上得胜的道路。过来，耶稣另外一个名叫做啥物？叫跳过，好，这袂使跳过哦，这上重要，吼，毋是重要，上重要之一。伊的名是全能的上帝，耶稣是全能的上帝，意思是安怎？伊是力量溃力的源头，吼，溃力的人道病就是无力，吼，咱常常有无力无？会有无力无？有的人的无力是讲啊，囡仔生要哪教死安尼，本来细汉才听话是怎啊？无偌久的时间，就无伫咧插你啦吼，你念愈紧，伊愈烦吼，好，有的人是面对咱身体的状况嘛是无力感，咱即个身体本来就是安怎渐渐败坏嘛，圣经嘛是安尼甲咱讲，皮肤会疗，目睭会花，喙齿会摇，但是圣经讲，上帝有互咱一个安怎心灵健康更壮，有力，一天胜过一天。伫个腓立比书内面嘛有讲着，腓立比书着遮，我靠着守主互我气力的，我逐项代志拢会。即个逐项代志，指的是啥物？是伫个上帝的心意内面的代志，上帝交托互咱做的代志，拢靠着上帝的气力，咱就才来完成。咱的完成毋是靠着咱家己哦，毋是讲咱家己就有能力的哦，就有才华，毋是，是因为赐予咱这气力的人是全能的上帝，是即个气力的源头。所以，伫讲咱人袂当的，伫个上帝逐项代志拢袂当。咱每一个人将咱的代志交付互上帝，吼，按照上帝的心意呢去过、去想、去做，将咱的无力感呢交互上帝。安尼呢，即个力量、气力的源头，会使互咱完成咱生活中所有代志的气力，会将即个无力感来换掉，变做是足有气力会使来过生活。另外一个呢，即个第三名是啥物？永远一个地，永远一个，就是讲，伊一直拢伫咧顾念咱，而且伊是天顶的地。吼，咱时代呢进步了真紧，咱本来是迄无电话，吼，就感觉真奇妙，到尾变成无线电话，到尾变成啊网际网络。你知影即摆搁要创啥物无？即摆搁要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叫做元宇宙，吼。想着咱嘛毋知影这个创啥物，用想的，搁另外一个身份，就使伫另外一个空间生活。人变甲足自由的有无？足有发展的吼，生活变甲足精彩的。但是咱有想着，遮尔快速的即个变化，遮尔发达的中间，发生了啥物代志？咱是毋是常常会失去了啥物？我感觉有一个真危险的，就是当咱时间甲空间愈来愈缩小的时阵吼，咱人甲人的距离煞愈来愈对，你有发觉无？敢若足近呢，可是却是足远的。吼，开始哦，足侪人体会袂到啥物叫做真实，啥物叫做真心实意，体会袂到啥物叫做永远。你感觉？即马常常结婚就离婚，毋知影啥物意思叫做永远。关系讲散就散，毋知影啥物叫做永远。其实咱的社会文化环境遮尔紧的变化，互咱人真大程度有一种感觉无安全感，对无？有可能讲下一分钟咱毋知要变做怎样，下一分钟发生啥物代志伫咱的身边，会怀疑着咱家己存在的意义、甲重要、甲价值，咱毋知影要定位咱家己。则讲。咱有一个永远一个爸，是永远无改变。伊是一个老爸，伊顾念咱每一个人的需要。吼，咱做过老爸、做过爸母，咱就知影咱囡仔发生啥物代志，
其实已经结婚啊，咱嘛是搁伫遮呢，烦恼东烦恼西，有无？是讲咱的年辈，咱的主耶稣伊要做安尼老爸，伊拢伫咧顾念咱的需要，永远，你嘛爱会记一件代志，常常咱会感觉孤单、艰苦，迄是咱袂记一件代志，咱的身份是即个永远的老爸的儿啊，女儿、查某囝、查甫囝、儿女，才是伊的儿女，所以你毋好想讲啊。逐个人拢笨啊笨啊，人来来去去，走来走去，足侪代志拢变化，所以你就感觉孤单无安全。毋免，咱有一个永远伫天顶的爸，一直顾念你的需要，一直做你的爸，你一直是伊的儿女。之前有一个姊妹啊，伊就是家己一个人吼，伊的翁婿。结婚无几年就已经互厝接去了吼，伊家己一人带一对婴仔伫咧生活，本来个生活真辛苦啊，后尾佫互迄个医生检查的时阵讲伊有一个肾脏有一个肿瘤，足大粒的，迄病院拢毋敢甲伊开刀。哇，本来个无简单的生活，拄着即个足歹的消息的时阵。伊的心足艰苦，伊当阵逐个人去看伊的时阵，伊拢感觉伊去互放下。兄弟姊妹要去看伊啊，要甲安慰伊，讲无人会使插我即个代志啦。人伊来信主了后，伊感觉伊有一个倚靠，即摆人上帝嘛，敢若无爱插伊安尼。但是呢，阮陪伴伊，互伊知影讲，哦，上帝是透过人来陪伴伊啦，互伊知影伊有一个倚靠，互伊心内安定。阮来带伊来祈祷，结果有一个奇妙的代志来发生，连阮家己嘛无想到呢。足奇妙的安排，竟然有一个真大的病院的一个肾脏科权威医师，愿意来替伊开刀，而且这开刀的中间呢，咱本来讲，肿瘤伤大，规个拢切落来，上简单啊，对着，毋是哦，伊家用了真好，真清气，甲保掉伊的啥物肾脏。肾脏拢无挂，迄个标志啊，讲肾脏标志拢无挂掉。其实中间呢，佫有较奇妙的代志。伊迄后生查某囝，阮家安搭伫咧一个基督教的关怀中心吼，一段时间，伊会使家己拢会使甲照顾着，食甲穿拢无问题。啊，即摆结束对毋对？迄老师内面的一个志工老师吼，伊愿意继续忍住。来教伊即对后生查某囡仔下种的心愿，就继续教因这电脑，教因学电脑，感觉哇，上帝安排真正，互人想袂到，所以伊佫开始有一个真大个欢喜，讲哈，真正诶，我有一个伫咧天顶，一直伫咧顾念我的老爸。感谢主，兄弟姊妹，上帝真正愿意。做咱的老爸，带咱入去一个甲伊足亲密的即个关系内面。过来，搁另外一个名叫做啥物？和平的君王，就是讲耶稣是咱的平安啊。这新年即要到啊吼，咱农历年，你会搭春联无？会吼，你会搭啥物字？以前有一个兄弟吼，咱兄弟伊逐年拢搭平安，而且伊毋是搭一张哦，恁兜看吼。迄门口搭一张，因为出入爱平安。迄个楼梯口呢，楼梯佫搭一张，因为上下要平安，吼。啊，伫咧冰箱内顶嘛搭一张，冰箱顶悬嘛搭一张。是安怎？食物件嘛爱平安，因为即摆食安问题很严重，吼。电视机顶顶嘛搭一张。正经诶，我怀疑。我伊无受着咱想，毋是咱想的安尼遮大张啦。伊迄你知影有迄磁铁无？有诶是磁铁，伊迄磁铁安尼连起安尼。吼，电视顶面搭平安，因为伊感觉逐工伫看这震惊的消息，社会的败害的消息。吼，心内底切切，这心中安尼切切着，拢无平安。所以感觉咱国家社会需要平安。所以，兄弟姊妹，你看现在代志，咱所住的即个环境，
平安，是毋是？因为这平安毋是为外面来的，毋是外面的环境状况会使带来，真正的平安是伫咱的心内底发出来。只有当咱我靠明白耶稣的时阵，咱知影伊是坐伫宝座顶的即个君王的时阵，伊掌权，伊有能力、有稳定，无轻易来改变，而且伊阁有完全的力量。咱才会使知影什么叫做真正平安。伫个这诗篇内面嘛有讲啊，耶和华伊坐伫宝座顶面做王，直到永远。耶和华伊必须力量，必须平安、福气，互伊的百姓。所以伫个即摆的环境中间，咱也爱知影，咱的君王，咱的即个主，伊一直伫个做王啊，咱心内才有真正的平安出来。伫个福音书内面嘛，约翰福音内面嘛有讲，耶稣伊讲伊甲留落来平安互咱，伊将平安赐互咱，所以咱心内毋免忧愁，嘛毋免烦恼，毋免惊吓。耶稣是咱心中平安的源头，伊更加是世界和平的君王。即个世界和平，毋是靠人的心力，也是讲国家之间安尼政府单位中间签一个约。搭单判一个，谈判一下，还是签约一个，袂使完成，毋是。法恨对人来的，讲变就变。只有耶稣的平安，伊的福音是无改变，而且即个讲，而且伊阁会使安怎？即个福音会使互迄个讲变就变的人，换做一个为上帝来的心。所以伫咱的个人、咱的社区、咱的国家。整个的属灵的氛围，咱爱靠耶稣基督传落来平安来转化，安尼才有真正的和平甲平安伫咧。咱是安怎爱报佳音呢？就是因为咱要互咱这整个的社区知影有一个平安的源头，咱的主耶稣啊。咱这个属灵的空气甲平安，我感觉咱板桥新北市圣诞耶诞城真正好，因为吼。其实毋是基督徒，因听到你咧报佳音，伊会安怎无？伊嘛是真欢喜呢。阮听小客去外面报佳音，阮伫个迄种我感觉即个全联社即个舞台诚好，即个舞台，伊就是留开壳仔吼，做一个舞台，阮个顶悬会使唱诗歌，请做行过经过的人，也是对面的这社区的住户啊，嘛会甲阮打招呼。伊嘛是真欢喜，有人来报佳音吼。咱头先伫咧讲着讲，上帝伊号名有一个特别的意思、特别的意义，要传互人。耶稣基督伊的名带出的消息，是关系着全人类整个历史的，是一个伟大的救恩的计划。当初呢，咱会记咯，一开始咱讲马土沙拉即个消息。这个囡仔去了有一个足大的灾难，这个消息几乎无人猜。加救活着挪亚一家伙仔尔，8口人。即马耶稣伊的名是奇妙的魔术，是全能的上帝，是永远一个爸，是和平的君王。这个名有最古早一直到永远的意义的，什么意义？咱拄有讲着，伊是咱的魔术，会咱对咱有足好的计划，会引带咱足侪风景，会使带咱同齐度过。伊是全能的上帝，有气力的上帝，互永远一个老爸，永远一个疼痛咱的身份袂改变，袂孤单。伊是一个和平的君王，赐予咱真正的平安，对心内出来。耶稣伊是一切。生命一切问题的答案。兄弟姊妹，咱爱来想咱家己是怎样回应这个消息的？是像马土沙拉这个时代的人，咱听的就无去啊，所以当挪亚一家伙仔8人救着尔，得救尔。也是讲咱有紧急，甲掠条，把这个消息掠条，而且阁好好来报扬出去。毋通讲咱即马这个世界，毋是单咱家己。得救尔，有搁较侪人，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类，嘛要共款来得到耶稣基督这个名的救赎的恩典，这个名带来的
遮尔大的祝福，恢复着创造时阵的水。圣诞节毋单是纪念着耶稣基督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嘛是你我的日子，你甲我的日子。因为耶稣是为着咱来到这地面上的。当你面对着搁因为问题的时阵，毋通袂记咧，耶稣是你智慧的源头，耶稣互你快乐，耶稣伊顾念你的需要，耶稣伊赐下真实的平安要互你。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求你信心来充满阮，互阮真实经历着圣诞的稳定。阮求你顾念阮的需要，亲自来成做阮的快乐，来拯救阮。当世人拢伫欢喜闹热庆祝圣诞的时阵，互阮来陪伴互家己，欢喜你的降临，嘛欢喜你进入阮的生命中，深深来恢复阮，来恢复阮你本来就要祝福互阮来稳定，加倍来祝福阮，来引带着阮经历着你的同在生命的更新。互你伫咧阮的生命生活中间，成做阮奇妙的魔术，永远伫地杯和平的君王。互阮的生命因着你来有新的康阔，有新的能力，有新的改变，有新的稳定来领导阮。你的信心充满着阮，甲阮伫咧，甲耶稣基督内面的平安喜乐充满伫阮的生命中，赐予阮有智慧、有力量、有快乐。面对每一天的生活，经历着你的得胜的稳定，感谢主，安尼祈祷为堪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谢谢杨传道的讲道。回应上帝的话，来用信心270的拍手，用信心272的手，记阮的在上帝的提醒，为着这样的。是主的主宰。
咱做伙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你伫阮生命中特别的保守。伫即个年尾时，阮愿意搁一摆伫你的面前，诚心献上阮的感谢。时间过得真紧，一年就安尼过去。一年中间所有的风雨疫情，阮愿伫你的保守中间，拢平安的行过。新的一年，阮愿恳求你对阮生命的主享受平安平安，互阮每一个脚步拢伫你的陪伴中平安来度过。阮安尼献上阮的感谢，一切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这。感谢杨雅慧传道分享美好的分享，愿上帝祝福他的家庭。礼拜后有第二堂有关于礼拜，不是者请留下指示。礼拜后妇女团契在4楼有聚会，内容是夜师主理跟乐理长老，请姐妹们参加。下午2点在4楼召开教会事工研讨会，请小会会员悉力参加。财务组报告，年度将结束，为方便会计整理账目，请兄姐留意今年度的约定奉献、感恩奉献、发花奉献以及清洁奉献。在今日奉献完需要请款者，也请在当日前提出。也请各团契会计将下半年度的团契账目整理好，于2022年的1月16日前交由账务委员曾心怡姐与于君姐查核。感谢上帝，各团契会长已顺利选出，有主学的王文玉。新造系会长赖俊杰，社青会长李忠贤，妇女团契李娟，创立团契王瑞祥，陈秀美，中年会长是陈水雀，地拜团契团长林世勋，圣歌队队长陈国良，并请圣歌队指挥刘宏慧老师，上帝祝福我们所做的功都成为美好的馨香之地，处处散发荣神益人的香气。预定2022年1月9日就任，邀请兄姐至少参加一个团契，在团契中被关怀受造就，在服事中学习成长。各团契会长尽快召开同工会，以宣教从我家开始，寻回失落迷养。建立家庭祭坛为主轴，筹划明年度施工以及预算，邀请关怀长老参与。圣歌队中年团契的关怀长老是旋风长老，社青敬拜团是宋胜长老，主日学金少器是施敏长老，抗力团契是花桃发长老。妇女团契是林志省林长老。12月29日礼拜三上午10点，在陈水缺长老府上有亲眼光查经班，地址是忠孝路8巷9弄8号2楼，欢迎参加。12月31日礼拜五是2021年最后一天，走过疫情的死因幽谷，我们关乎耶和华一遍一切。当晚8点，邀请曾俊奎牧师来带领感恩祷告会，欢迎参加。恭喜志成长老，还有丽娟姐、世子
次子林世尧与蔡在金兄宝春姐三女魏珍，并于2022年7月8日礼拜六上午7点50在蔡府自宅举办订婚仪式，地址是13路2段130巷8路1号1楼。当日9点45在教会3楼举办结婚感恩礼拜，欢迎踊跃参加。2022年度家庭礼拜安排表插花奉献，每礼拜是1200，清洁奉献也是1200，已贴在后面的公布栏。欢迎兄姐1年至少安排1次家庭礼拜，让家庭成为祭坛，带来祝福，并在生日纪念、结婚纪念等值得感恩的日子，为插花、清洁签名奉献，使荣耀归于上帝。2022年1月到3月的新眼光读本已经到了，主题是灾难谷成为希望门，请兄姐1人单本回去，每日10分钟单独绘图，让你如音展示上层。为推动阅读新眼光读经2022年的圣经填充题，将从读经本的经文或金句出题。台北东会第71届第4例会定于2022年7月11日礼拜二上午9点在新店教会新街区国教路22号召开。本会宗牧师林牧师、曾牧师期待义志成长老将前往参加。圣经填充题撒母耳记18章到19章，12月份一起来背彼得前书2章11到10节。本周的受经有12月28号的赵月仪、文胜，12月31号的辛娜，1月1号的胡明珠、蔡慧雅。如果那我们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其实为了咱所关心的代志，咱有当参加当心来做。主啊，上帝，阮即时更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请随你传过来恩典，阮只敬在保罗，也通过你的话，而且来参加信，祝福你会当互阮
你的话顶面，你着我带帮咱甲激励，我的生命中，甲你更加有亲密的关系，伫遐来激励。要过的一年要过去，新的一年更加像是阮快乐，像是阮栽标，为了你的名来高举见证，会让真侪人的福气。假使阮来为着阮的教会需要，阮来献上阮的求祷，就可以特别为着阮举办阮的敬拜中心。阮会当互正言姊妹伫敬拜中间，来领受甲你中间我亲密的关系，也伫中间受造就，更加清楚明白，特别是你的名的意义，想来宣扬因带更较侪人来归你。如果你也当帮衬阮，就是阮开拓的新邦吉人教会，我查某所甲正言姊妹，因的教会，伫遐也会当真做见证。帮咱激励更较侪人来归你，如阮教会兄姊妹的需要，阮是遮献上阮的求祷，身躯病痛的，可以从你的圣手扶持帮咱，就是伊的手放伫因的身上，用耶稣的名，伫遐互伊来得到医治。互阮来领受上帝你我大的关键，因为阮是属于你的儿女，主可以特别甲阮相较理解。我特别为着遮个出外遮个兄姊妹，无论国外生活、工作、家庭，甲一切，拢伫上帝你的祝福甲照顾中来得到帮助。就阮知伫个疫情，伊原伫遐咧感染的时，会当互因的身躯勇健，伫遐来过着因所需要的生活，领受上帝你的祝福。祝阮兄姊妹中间的需要，就更加特别。阮伫祈祷中，为阮的需要，伫你的旨意中来帮助阮。做可你也伫阮祈祷的对象，阮所关心的人，阮伫替因祈祷的时，将因来，互因来领受上帝大大的恩典、感动的神，也充满伫因的中间。做阮本身才会需要，伫阮对你求祷的。可你会当伫你的旨意中，伫遐为着阮来成全，为着阮伫遐来祝福，阮会行做香香的气味，一下电体，一下光灯，也照耀伫四周围，互人因为阮也来得着福气。如果拜上阮本身，以阮兄姊妹求祷，完全摆咧伫你的面前，好伫你的旨意中。来成就阮所对你求祷的，阮来祈祷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凭信息发现了他，信息发现了你，请信息3发高的垃圾，不信息5发继续，不要加油。年底到新的一年年初开始，
到永世大无尽。阿门。